手咧擺呢度嚇，咁我哋咧可以咧向前打圈先嘅，咁我哋可以打1、2、3、4，之後咧可以向後打圈嘅喎，你又嚟咯喎，1。咁以下落嚟咧，呢個動作咧就係收緊我哋個膊頭，將個膊頭咧拎上耳仔，跟住咧好用力、用力放低。咁咧呢個咧特別，如果你有啲頸痛嘅話咧，或者膊頭好痛咧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放鬆動作嚟嘅。咁我試下啦喎，拉高、高啲，放鬆。如此類推，收緊，高啲。坐姿踢腿，以下呢個動作啦，係練我哋嘅腹肌同埋大髀同髖關節周邊嘅肌肉。我哋會有2個版本，一個簡單版啦，同埋一個難少少嘅加強版嘅。咁做之前，我哋先坐好個人，係張凳中間一半嘅位置。加強版做法差唔多，只係我哋將雙手放喺大髀上面。單純用自己腰部同腹肌嘅力量支撐自己，然後一樣我哋做個踢腳，4下做10次，慢慢做啦。做完10次之後休息。單腳站立加強版，跟住落嚟呢個動作咧係單腳站立訓練嘅加強版啊！咁因為我哋會用到之前上堂俾你哋嘅彈力帶去增加做嘅阻力，係會難少少嘅。首先我哋可以坐低，將彈力帶套住左腳，打好結，然後另一邊套住台或者凳腳，記得要穩陣，唔好甩出嚟。然後企直個人，雙手用力扶住綁住咗嘅台凳。避免彈力帶拉走咗佢，做法同普通單腳站立一樣。我哋屈膝
將腳抬起向後90度，保持5秒。做嘅時候係會有少少震啦，因為用緊力。我哋會做10下。做完左邊休息一下，然後我哋換另一隻腳再做。咁將彈力帶換去右腳啦，同樣做法記得用啲力扶穩。我哋做10下。寬伸展加強版，跟住落嚟呢個動作咧係寬伸展訓練嘅加強版啊！我哋會繼續用彈力帶去增加做嘅阻力。首先，我哋可以坐低，將彈力帶套住左腳，打好結，然後另一邊套住台或者凳腳，記得要穩陣，唔好甩出嚟。然後企直個人，雙手用力扶住綁住咗嘅台凳，避免彈力帶拉走咗佢。做法同普通寬伸展一樣。我哋伸直隻腳，成隻腳向後踢，保持5秒，一樣都係踢嘅幅度唔需要好大，只需要微微10到15度，少少就夠。做嘅時候係會有少少震啦，記得臀部用力，腳要伸直，唔好屈膝。我哋會做10下。
做完左邊休息一下，然後我哋換另一隻腳再做。咁將彈力帶換去右腳啦，同樣做法，記得用啲力扶穩。我哋做10下。咁以下落嚟咧，呢個動作咧就係收緊我哋個膊頭，將個膊頭咧拎上耳仔，跟住咧好用力，用力，放低。咁咧呢個咧特別，如果你有啲頸痛嘅話咧，或者膊頭好痛咧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放鬆動作嚟嘅。咁啊試下啦喎，拉高，高啲，放鬆。如此類推，收緊，高啲。熱身運動5，頭頸伸展。跟住呢個熱身運動係一個相對簡單啲記動作，最主要係喐動頭部向上、下、左、右每個方向做一個頭頸肌肉伸展。每邊做5下，每下保持5秒。我哋先做向上。休息一下，然後向下做5下。
休息一下，然後向左做5下。休息一下，然後向右做5下。